各位大家好，我係 Darius， 今日就繼續講 Gio 嘅故事。故事繼續 ，Sky War 突然出現，莊吳陷入迷惘。喺朝九晚五堂，叔公煮咗好多豆腐嘅料理，話食咗豆腐就好似食咗啲牆壁咁樣。喺呢個時候，莊吳返到，發現 Bureau Watch 崩壞，窩子亦解釋嗰個係 Sky War。莊吳就帶走咗閱讀。之後，門此士帶佢哋到未來。喺另一方面，機子同窩子用一擊 Time Burst 同電鋸節斬擊敗 Smash， 但係 Drive 嘅敵人出現，佢哋就切換銀河同疾風嘅形態迎戰。返到2058年，閱讀佢哋遇到細個嘅自己，想問小閱讀發生啲咩事。突然 Swallow 就解釋世界將會毀滅，解決嘅方法係將其他嘅世界毀滅。喺戰場，風刀塔同世界樹枝塔亦陸續出現 ，Chase 都現身攻向佢哋。喺未來 Swallow 原來係借莊吳集合騎士之力，再加以摧毀就能成為王。講完就推走莊吳佢哋。Swallow 就射出光波。好彩門此士擋住，海東亦都趕到，打走咗 Swallow。之後，海東用 Energeo 嘅力量將門此士復活，但係自己亦因為副作用變成 Energeo 2。喺危急關頭，門此士用上 Decay 嘅力量打向 Energeo。中途返到2019年。是解釋自己留咗一半嘅力量喺 Watch 入邊，當住 Gio 嘅面變身 Gio， 莊吳亦變身成 Grando Gio， 合作攻擊 Energeo， 用魔王劍斬、宇宙性劍斬同拖車炮射擊，成功救返海東。突然間 Gio 失去咗 Grando Gio 嘅力量。每個世界嘅怪人周圍出現 ，Decay 講：以上就係今日Gio嘅故事。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可以 Like、Share、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 撳隔離個啷啷，或者當你 follow 我 IG。我哋下次見。